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8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，搁15节。以赛亚书第14章第1节到第2节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到1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选民。咱要搁再一点来讲到选民啦吼，但是咱必须爱搁一解澄清，就是迄个概念。伫原文中间，这个选字是一个被动式，以色列人互上帝主动的竞选，以色列人并无有任何合格的条件。但是上帝来竞选因，对伫竞选呼召亚伯拉罕的事件来看，咱就知影这个是因为上帝的怜悯甲慈爱。咱知影亚伯拉罕75岁受到上帝的呼召，伫迄个时阵伊也阁无囡仔。所以讲，就对人数的角度来看，伊无有条件。上帝要建立是一个大国，会通诚做影响世界，互人得到福气的人、民族以及国家。但是亚伯拉罕无啊，咱嘛会当对上帝赏赐互亚伯拉罕雅各的应允。一个是互爱，另外一个是土地来看，伊真正是无符合着这个标准甲资格。就算是雅各因全家70个人移民到伫埃及，对迄个时阵的这个人数嘛是算少数啦吼。不但安尼，因的兄弟中间，阁因为嫉妒，所以约瑟就受阿兄去出卖去。选民真正毋是因为倒一个人有的能力有偌好，乃是因为去互上帝所选择。以赛亚先知伊安尼讲：毋过以色列人，我的仆人。我所选立的雅各啊，你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你是我对地的极头带来，对上远的角落调来。我有对你讲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有竞选你，袂弃杀你，毋免惊。我不时甲你同在，毋免惊，我是你的上帝。我要互你坚强，你要帮赞我。我要用胜利的正手来保护你。上帝竞选了雅各，咱讲以色列人，是为着要来保守因。正着先知的话，上帝甲以色列人讲：恁毋免惊，因为上帝必定随时甲因同在。上帝并毋是竞选人所谓人眼中迄种优良优秀的人来跟对伊，来服侍伊。上帝要爱选的，通常是遐个需要恩典的人，因阁知影安怎来感恩，阁愿意顺服的人，来成做伊的仆人。耶稣基督竞选彼得等等的人来跟对伊，迄中间有人是掠鱼的，有的人是犹太人眼中看做是罪人的扣税。有的人出卖耶稣，有的人好认伊，甚至有人到伫耶稣受钉十字架的时阵，才会其他的门徒选择安那四界流传。
保罗伊家己嘛捌是迄个逼迫基督教会以及基督徒的人，但是圣神却伫伊准备要去大马色迫害基督徒的路上来竞选着伊。咱搁一个强调，上帝竞选人，并无一定是因为人做了真好，迄才是真优秀。通常啦吼，遐个真优秀的人，就真容易会伫伊的成就内底去互迷失去，然后就失败吼。亲像犹大啊，伊应该是一个管钱的人，但是伊却败伫挡袂牢迄个钱财的迷惑，就失败。保罗虽然伊会通讲是出自名门啦吼，但是伊嘛捌即个掠做家己是对的吼，自以为是义啦吼。但是当伊去互圣神的光照着了后，也因为伊的青迷，互伊失去了基本的生活能力。那当伊受到恩典，搁再一次爬起来的时阵，伊就全然来谦卑伫主的面前。了后，伊就成做上帝眼中忠心的仆人。保罗伫这写互罗马教会的批信的中间，伊安尼讲，安尼是讲血统的囝儿无一定是上帝的囝儿，只有对上帝的应允生的，才算是上帝的子孙。因为应允的话是安尼讲。时机到，我会过来。撒拉会生一个查甫囝，毋若安尼，利百加的双生仔囝嘛会对共一个人，就是咱的祖先以撒来怀孕。毋过为着要表示上帝确实根据家己的目的来竞选人。伊对利百加讲：“大个会服西世。”这句话是伫因还未出世、还未做好，还是做歹以前，上帝所讲的话。安尼，上帝的竞选毋是根据人的行为，是根据伊家己的选调。圣经记载雅各我下意，以扫我无下意。对血统来生的，并无一定是上帝所要竞选的。简单来讲，就是经文所记的两个中间检测上帝只有竞选一个。亲像雅各甲以扫，也因为以扫看轻大囝的名分，伊就失去上帝应允甲祝福。也亲像保罗讲了真清楚啦吼，只有得到应允的，才是上帝所要竞选的。咱来去看洗礼约翰伊所讲的话，伊甲这个法利赛人讲，毋通家己心内讲，有亚伯拉罕做阮的祖先。我甲恁讲，上帝会通对这个石头，甲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即马宝头已经放伫树根顶悬，既若无结好果子的树，就要斩落来，等伫下年。这是伫马太福音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的经文。洗礼约翰的话，其实甲保罗对罗马教会所提醒的意思是相同的。上帝所竞选、所应允的人，并毋是对血缘来考虑。咱是上帝的应允，甲伊家己的呼召来。那安尼的话，咱基督徒应该拢是得到上帝圣神的竞选。
领受着上帝的呼召，成做耶稣基督的军队者。咱应当伫咱的生活顶悬来活出美好的见证，来表现、来见证，咱是蒙恩得福、得到呼召的基督徒。千万毋通亲像以色安尼看轻上帝的应允甲祝福，搁较毋通亲像犹太共款，挡袂牢世俗欲望的引诱。恳求主帮助咱，坚持伫受呼召的旨意顶悬，并且愿意决志来持守，并且委身互主来使用。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到15节。上主啊，求你听公道的诉求，留心听我的祈祷。我无用奸诈的嘴唇祈祷，求你按耳孔来听，求你用目睭看出是非，求你判我无罪。你有考验我的心，连绵时嘛监察我。你用火团练我，无找到什么是歹，我立志无互我的嘴有过失。我遵趁你所讲的话，我无亲像别人会行做，我谨慎无行强迫的人的路，我的脚一直行伫你的路，毋捌偏离。上帝啊，我求叫你，因为你会应我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，求你显出你奇妙不变的疼，用正手救我靠你的人脱离因的对敌。15节，若是我会看见你的面，因为我的行为正直。我困醒的时，你的临在会互我满足。感谢上帝赏赐恩典，互阮会通蒙福，搁较会当蒙你的呼召，成做你的仆人。求主你帮助阮，成做忠心的仆人，持守伫主的旨意甲命令，委身来服侍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